到每个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，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内心，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主你今天所要告诉我们的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因为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，再次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。也再次透过圣经当中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一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。叫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摆上，求你来带领。将以下时间交托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段的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17到27节。对多数如果你是在教会已经比较久的信徒，我想这段的故事你应该不是很陌生。甚至你可能听过了很多遍，甚至你可能听过了很多不一样的版本，因为在不同的福音书当中，也同样有记录到这个故事。所以当你看到马太福音，你看到路加福音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故事。当然，每一个故事有不一样的记载的方式，但是虽然有不同记载的方式，但你都会看见这个人从原本好像是一个很兴高采烈，甚至你可以说很开心，因为他来找耶稣，听到耶稣来了，所以很开心。但是最后却是一个很大的反转。什么反转？是这个人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你想一个人原本很期待，就很像今天早晨弟兄姐妹你带着期待心来到教会当中，希望可以透过敬拜、祷告，透过上帝的话语再次更新。但是今天你回去，你是忧忧愁愁的离开，通常不大可能吧？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到耶稣的面前，你是领受一个新的恩典，领受一个新的祝福。但这个人一样，他也来寻找，但最后我们读到圣经，我们看到他却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个人忧愁的离开？当然，他一开始的利益非常的好，就是他来找永生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看到，很棒的一个人，他主动来寻找耶稣。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他产生生命当中很大的困难？当耶稣在走路的时候，当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当然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时刻，耶稣的神迹、耶稣的医治、耶稣遇见这些病人、遇见需要的人，都是在耶稣走路的时候，甚至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天，不知道什么样的时刻，就在某一天当中，耶稣就来了。而在某一天，耶稣走路的时候，一个人来找他了。而且这个人很特别，他是用跑过来的。多数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病人，或者人家来找耶稣的时候，可能他是瘸腿的，绝对不可能用跑的；他可能是瞎眼的，可能要人扶他，或者是他可能是躺在路边的。这个是一个跑过来的人，而且你可以想象，他要找耶稣，他用跑的，代表他应该很兴奋，他应该是非常的开心。哇，耶稣来，耶稣来了，所以用跑的去。而且这个很特别的是，他到耶稣面前，第一件事情，跑到耶稣前面之后，他就跪下来。而这个他也不是单膝跪地，像要跟耶稣求婚，不是，他是双脚跪在耶稣面前，代表他非常的渴慕，而且非常的尊敬耶稣，所以他跪在那个地方。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件事情，这个人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某一些的缺乏，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生命当中有某一些在寻求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经文，用跑的跪下来求耶稣。但是他内心的这样的期待，他内心当中这样在寻求的事情，到最后好像让他是遇见一个更大的困难。他的问题没有被解决，耶稣的回答好像让他碰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。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这个人在当时他应该是个非常完美的人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讲，用我们的角度讲，他应该是个高富帅虽然圣经没有描写他很高很帅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个很完美的人。如果我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经文可以看到这个故事，当你看马太的时候，他说这是一个年轻人。马太福音19章20节记录说，那个青年回答，对吧？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看路加福音18章的描写，他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，和合本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，所以他是一个地方领袖，很多人尊敬他，甚至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年轻有为的，所以他是一个年轻人，又当官的，当领袖的。在我们今天看的马可福音里面说他是谁？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，
耶稣问他说：“你这些有没有守？有没有守？你有没有做？你有没有按部就班的来做这些事情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哦，有，我很棒，我从小就做了，我从小都完全的遵守。所以耶稣，你问我这些，我都有做过了，很棒。”那这个人他又如何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，他的财产很多，他有很多的钱，而这个不只是很多的钱。看圣经，如果你看到财产，有时候不只是指钱，指的是土地。他有很多的钱，他有很多的土地。你甚至可以想象他有很多的牲畜，很多的仆人，所以是一个很年轻，然后地方领袖，当官的，又有钱，然后又遵守律法，所以哇，很完美，超完美的，就什么都做到了。但这个非常完美的人，他似乎认为自己好像还不够，所以他才跑来找耶稣啊。他还问耶稣：“耶稣，我很完美哦，我做了很多事情。”我拥有这一些，但是好像我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找永生。好，所以这个人来找耶稣，耶稣也回答他了，但是这个人好像跟他想要的不大一样。好，跟他想要的不大一样。我想这个人去找耶稣，或许他内心也设定好了某些答案，希望耶稣可以告诉他怎么做，或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。但我们今天来看。这个人他的回答，这个人他的期待，变成的是他生命当中很大的难题。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，我说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故事。当然有可能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，但每一次看到圣经的故事，有些特别是我们很常听到的，有时候我们会时常的去忽略它，会觉得那个是圣经里面的人，耶稣在告诉那个人。可能是这个不是在讲我，但我们每次看这些故事的时候，请你当作你是第一次听，你第一次看到。当你看到这个故事，如果你有期待到耶稣面前，但耶稣的回答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跟这个人也一样，是忧虑的离开，甚至是忧愁的离开？我必须讲，这是生命当中非常真实的难题。生命没有生命很多事情不是很容易解决的，生命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可以解决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答案、问题的背后，到底我们问些什么？在这些问题、这些困难的背后，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？所以，我们今天再次透过这个人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题，我们再一次做一些不一样的思考。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，不在于我们的生命做了什么。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全心的去依靠上帝，不在于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全心的依靠上帝。我们再次看刚的经文，耶稣刚上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，问他说：“良善的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？”哇，我们再次看到很生动的经文，很渴慕的一个年轻人跑到耶稣面前，耶稣，哇，这样可以得永生。但看到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说：“你应该怎么做，或者是你应该还需要什么？”耶稣回答他，18节我们刚刚读到，耶稣反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”好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人是良善的。其实我们从耶稣的回答，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，他间接的告诉这个跑到耶稣面前的人，除了上帝是良善的，上帝是完美的，没有人可以达到像完美的地步。除了神以外，除了神本身，没有人可以做些什么达到很完美、很良善、很棒的地步，并没有。而这个财主他的问题，耶稣虽然没有正面的回答他，但是这个财主的问题，我们来分析一下，你会发现他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，他是在透露什么？耶稣，我还可以做什么得永生？代表他认为我有的财富、我的土地、我的全部的钱财，都是我做了什么，所以我有了。因为我年轻有为，我当官，我守律法，所以上帝给我好多，我很棒。这个人认为我做很多事情所以上帝就给我很多，理所当然但是他认为我想要再得永恒的生命，我要得永生，那一定就是我要在做什么嘛。好，但是你再认真的去想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得永生？一个财主为什么要得永生？更大的问题在于，
他想要追求永生。相同的，当他有永生的时候，可能有什么永恒的财富。所以，或许你会说，怎么把他想那么坏？他就真的想要得永生嘛？但是你想，一个有钱人，当他有永生的生命的时候，那他不就可以继续享有永恒的财富吗？而你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想，我们刚刚说，他在想，我还可以做什么？不止做什么让我钱变多，我财产变多，而且做什么是让我的生命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。所以这个人生命的问题在哪？他渴慕没错，他追求没错，他寻找没错，但在于背后的动机可能有一些问题。事实上，当耶稣跟这个有钱的人对话之后，后面耶稣跟门徒也有一段的对话。当耶稣说这个人有钱的人难进天国，门徒也很惊讶啊！有钱人可以没办法进天国啊？那谁可以？一个这么有钱的人，这么有地位，然后一切都很棒的人，没有办法。门徒就彼此问啊，那谁啊？是谁？是谁？谁可以？耶稣一样定睛的看他们。耶稣说什么？人不能，上帝则不然。在上帝，事事都能。那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，他们认为有钱就是上帝赐福，所以很理所当然，他们觉得有钱人就应该进天国嘛。有钱人就是上帝给他很多的恩典，所以他有钱。所以对门徒来说更惊讶，就是这个有钱人他们有钱，所以他们更容易可以去圣殿献祭，更容易可以奉献。那这样的一个人都不能进天国了。耶稣说这样能不能进天国？那谁还可以？那谁还可以？哇，那没有钱人不就不行了吗？社会没有地位人不就不行了吗？所以有钱人在问什么？有钱人在问我做什么可以？门徒在问什么？那是谁能？有些人在问说，我做什么才应该可以配得这个上帝国，可以进天国？门徒在问说，那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才可以进天国？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，或我们不做什么，也不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或者是我们不是谁。重点是在耶稣的回答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他说人不能，上帝不然，因为在上帝事事都能。上帝看我们为能，相同的，我们也看上帝是那位凡事都能的神。不是我们成为了谁，上帝就说你很棒，因为你是谁；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上帝说很棒，你做了这些事情，你做了很好的工作，你做了很好的服事，你成为一个很棒的人，上帝说就是你很好。不，上帝看我们可以，同样的，我们也看上帝是一个凡事都能的神。耶稣很清楚的回答，得救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成为谁，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。这个也是福音的本质，不是吗？这也是给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的好消息，不是吗？而这个财主他不断的在追求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可以做什么，我应该把焦点放在哪里，好像才可以得到永生，得到他真的想要的。但是当我们看旧约时代的诗人，他们也常常在渴慕，在寻求，在追求，但是他们的焦点常常不是在这一些事情上。诗篇42篇1到2节，诗人如此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就是永生的神。当我们看旧约的诗人，这些诗篇的诗人，他们常常在歌颂上帝、赞美上帝、渴慕上帝的时候，他们都用到这些字词，用到渴慕。神啊，我渴求你；神啊，我渴想你；神啊，我切慕你。但是他们描述的对象都是上帝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看为一个永恒的生命，或者是永生，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试着要把你身上当中的负担放下来，重新对齐在上帝的身上。你所渴慕的，你所看的，你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有时候反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真实的阻碍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时常感到不满足，觉得好像一定要做些什么，我的生命才是很棒的；一定要成为谁，我生命才是最棒的。如果我们渴望得到更多，渴望只想要让填满自己的满足，甚至你只是发觉我好像只被某些事情所吸引，
好像这些事情才能满足内心当中的渴望，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调整，调整我们对他的期待。如果我们认为某些事物好像才真的可以满足，而不是焦点在上帝的身上，我们必须调整对这些事情的期待。这些事情我们要再一次的好好的想，到底是带我们可以生命有改变呢，还是我们被这些事情所控制而已？到底这些事情真的让我生命有改变呢，还是我只是不断的被这些事物所控制？所以不是做什么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是完全的，唯有让我们可以依靠的是这位完全而且是完美的上帝。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我们成为谁，而是在上帝的眼中，他看我们为能，而且在上帝的眼中，在我们的眼中，我们也看上帝是一个凡事都能的神。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不是在于我们拥有了什么，而是在于愿意舍下跟随耶稣。不在于我们拥有些什么，在于我们愿意舍下去跟随耶稣。刚读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的10章21到22节，经文如此说：耶稣定睛看着这个人，耶稣心里也非常的喜爱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事情，去变卖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捐给穷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，然后来跟从我。”那个人一听见这话，脸色就变了，就垂头丧气的走了，因为他非常的富有。耶稣回答他的问题了，耶稣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。但当耶稣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，这个人却垂头丧气的走了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我们看见耶稣看到这个年轻人，耶稣第一个反应是爱他，喜欢他，看到一个哇很棒的一个年轻人，看见一个很棒的人来到他面前，来问他这样的问题，耶稣当然是非常的乐意看见。但是回来一开始问大家的就是这个人很开心，他还找耶稣然后最后却是很垂头丧气的离开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居然是耶稣的爱。这个人开心来找耶稣，但最后让他垂头丧气离开的原因是什么？居然是因为耶稣的爱。很奇怪的一件事情。我想，耶稣的爱不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得到平安吗？耶稣的爱不是让我们再次得到医治吗？得到被拥抱、温暖，得到完全的恩典吗？为什么这个人是耶稣看着他、爱他，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？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拥有很多的产业，拥有很多的东西，有时候不见得是钱财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认为重要，你所拥有的事物，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祝福呢，还是反而这些东西可能让你远离了祝福？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我们所拥有的，并不是拥有的。我们所拥有的，现在拥有的，并不是拥有的。有一天随着时间它会过去，有一天随着时间它可能会慢慢的消失。但拥有了这么多，或许当下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你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恩典。但是这些东西到底让我们远离了祝福，还是让我们更靠近祝福？耶稣的爱为什么让他离开？为什么没有让他感受到哇，我好像被鼓励到？天上的一个财宝，耶稣有天上的财宝嘛？但这个人他地上有好多他所渴慕的事情，他的产业在那里，所以他没办法做抉择。而且这个人我们刚刚看到，耶稣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什么诫命都守了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对，我都守了，我从小都守了，我很棒，我都有遵守。”但是好像忘记很重要的事情。最重要的一个诫命是什么？要以耶和华神为你的上帝，不可有其他神。当这个人把一个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摆放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某个程度他似乎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诫命。当心中无法舍弃下来的那个价值观，特别是世界给你的价值观，或者是你给你自己的那个价值的体系，你遇见耶稣没有办法清楚的放下来的时候，当你遇见神，你只会有更大的冲突。当你遇见神，你只会有更大的冲突。
我想信耶稣并不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舒适、很舒服、很平安而已。确实会得平安、得喜乐，但是更多时刻我们或许会跟这个人一样，很忧愁啊。其实耶稣给他的门徒、给这些群众的挑战很大，是跟这个世界背道而驰的，是跟这个世界所想象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当一个人无法紧紧放下心中所抓住的那个东西，不一定是钱，可能是任何的东西。有一个牧师叫做提摩西·凯勒，在他的一本书当中，他所写下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偶像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事物，他会打从心底的告诉自己说，我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我的生命就会有意义。我会因此知道我生命的价值，因此也会觉得我自己很重要，也就有安全感。不一定是个有形的偶像，这个财主所遇见的是那个他的钱财。我们任何人可能遇到的是我们所在意的事情，但那个在意的事情已经大过了上帝的同在。它不一定是一个实体，而是我们把某样东西当已经超出上帝的分量，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，超出原本它该有的位置、高有分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想。当然，不是反对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就这个不可以在世上生活，不可以有任何的娱乐，不可以有快乐。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世上，在任何地方寻找快乐，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当然，我们非常的需要。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想对生命的影响跟占比有多少，并不是不行，而是重新的去想到底它的分量有多少。所以当这些门徒发出惊讶的时候，那这个有钱也放不下，然后忧忧愁愁走，所以这些门徒也很惊讶。所以耶稣看旁边的门徒，于是告诉这些门徒说：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非常的困难。那门徒又惊奇，所以耶稣说：孩子们，要上帝国的子民是多么的困难。我要再次说，耶稣不是说有钱人不能进上帝国，好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耶稣在讲的是，这个人他被他所在意的所拖垮了。英国的诗人王尔德，他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故事，他也同样有一个不一样的感想。他说，耶稣要这个有钱人把他的财富抛弃，真正的目的也不是说要他去济贫，就是不是要他去把那个财富一定要给有那个贫穷孝，并不是，而是耶稣要救那个人的灵魂，因为那个人他的灵魂正被巨大的财富拖到地狱里面去。其实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，耶稣要我们抛弃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也可能正是我们被某些东西拖走的时刻，可能是被某个东西所压制、被辖制的时刻。所以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倾家荡产，耶稣说变卖一切跟随我，不要今天礼拜结束你就去把你的银行钱领出来，然后全部奉献。请不要这么做，耶稣不是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当我们发掘一个更有价值的，当耶稣发掘更有重要的财产，就是那个更重要的上帝国，其他我们所看重的就显得可有可无。耶稣在说的，当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更重要的价值是什么看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选择。在现代的文化当中，都告诉我们要秀出我们自己，让别人看见我多么有成就，我的工作多好，我多有钱，我去哪里玩，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我的孩子多么优秀。现代文化告诉我们要这样，让别人看见我拥有什么。但耶稣却告诉我们要舍去自己，因为这些让我们不断秀出自己的方式，往往反而可能让我们往下沉沦，甚至被这些事情所辖制。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，耶稣也说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：天国好像宝藏藏在地里面，人遇见了就去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如果有机会，你看后面45节、46节也是一个相同的比喻。他说有一个人看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珍珠，于是这个人也是把他一切的财产变卖，去把这个珍珠买过来，当作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宝贝。耶稣说，天国好像是一个宝贝，人看见了就愿意放下他生命当中看为至关重要的一切，
为去寻求更重要的上帝国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再一次诚实的问自己，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问自己，我们自己是不是太看重那些事实上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？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问自己，生命当中确实很多东西很重要，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追寻，很多东西很值得我们去打拼，我们去努力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必须诚实的问自己，是不是我们真的过头的看重这些事情，以至于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，甚至影响了你跟旁边的人的关系？这些事情会不会影响我跟上帝的关系，甚至影响跟旁边的人的关系？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。耶稣看着这个人，就爱他。今天耶稣看着每一个人，看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耶稣也说他也爱你。耶稣看着每一个人，他也说就爱你。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，他看着你都爱你，注视看着你，而且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。耶稣所期待的不是我们过一个山寨版的美好人生，耶稣所期待的我们不是过一个山寨版的美好人生，觉得我这样就好了，或者是我一定要再找些什么东西，我的生命才是满足的，我的生命才是非常棒的。耶稣不期待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。耶稣告诉这个人，也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告诉现在的我们，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放下那个你现在所很看重的事情，交给耶稣，让耶稣来带领你，来到耶稣面前来跟随他。唯有耶稣让你再一次享受到那个真实的平安、真实的喜乐、真实的恩典。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难题，有许多要抉择的时刻，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时常我们都听见我应该怎么做，别人才会看见我；我应该做些什么，别人好像才会尊重我；我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别人才会爱我；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。但耶稣告诉我们，舍弃这一切。当我们在这个时代，有很多人告诉我，你一定要有什么，你好像才是很棒的；你一定要拥有什么，别人才会看重你；你一定要拥有什么，你生命才是满足。又说不，我就是那个最大的满足。在11月这个感恩的季节，让我们再一次思考，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耶稣到底放下多少让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？耶稣到底有放下多少的恩典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？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地位，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占比到底有多少？当我们再次思考的时候，我们也再次向神献上感恩。神啊，感谢你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你看着我就爱我，你看着我就注视我，你没有看我是谁，你看着我就爱我，你看着我就鼓励我，你看着我就再一次的提醒我，我是你所爱的。愿神祝福我每一个人，特别在遇见生命的难题当中，我们再次做一个抉择，说：耶稣，我一生愿意跟随你；耶稣，我愿意一生选择跟随你，让我的一生真实的知道什么是我应当走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《炼净我》。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来当作我们今天讲到的回应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。